后来镜头所登的台湾，来看台南市政府为着要解决市区停车的难题，甲民间的业者合作，建置2000个智慧的停车架，只要有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，就会当现场来付钱。民众阁会当透过 App 来查询路边停车架的空位，互停车更加利便。 来台南佚佗，袂少游客拢会感觉找无停车位。即马台南的停车架啊变较巧了，会使互民众透过这 APP 查询路边存落来停车架，引导你到目标停车。白底的是红，蓝色的就代表现在有车。那最重要是市民要建立起使用的习惯，也就是他们要上 APP， 他们要download APP 去进去这个系统，才能知道掌握到这个停车的空间以及哪边有车位。车停好了后，靠着车架边仔这车牌监视系统，将资讯送入去资料库，记录车进出的时间，免搁再靠人工收费。若是民众有摕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的话，都会当直接来感应付款。就是停了走，然后用车牌号码去这个便利商。 这是台南市政府甲民间业者合作，有家伫一栋内分别伫中西区、东区、安平区停车的所在建立2000处智慧停车架，到时阵民众停车缴费一概就好势，希望会当有效改善停车架找无位的问题。